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会完工。那我们也会找 OT 厂商来协助我们大台南地区的养殖渔民来做好我们整个水产品的内外销的工作。第一，头前一档，咱的 OT 厂商就必须要叫咱的渔民来客座，至少要收3000吨我们的渔民所养殖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台湾鲷、我们的虱目鱼。另外，伫咱生产较济量的时阵，也要个人处理1000吨的面积的数量。所以我想，对咱这个基地落成以后，对咱台南地区咱养殖渔民，不管是内销外销，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来照顾更多的养殖渔民。因为现在第2代的渔青基本上都会有自我品牌因为你要找加工厂帮你代工没有，但是这次那个冷链做起来，他可以愿意帮我们代工，我们有地方去帮我们做我们的产品来销售我们自我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说，其实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乡下是有在做事的也要顺便跟现在的消费者说，养殖这一块其实渔民的用心，那消费者会吃到它的高品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咱台南市的面积真宽，是全台湾第2宽的水产养殖。但是呢，咱过去拢饲沙巴啊，饲台湾鲷也有吼。但是呢，这个水产要增加竞争力吼，咱的这个冷链加工一定要做好这会当卖到较远的所在，譬如讲卖到中东伊斯兰世界还是讲要卖到欧美去所以若阵咱的这个冷链无做好，咱的加工无做好的时阵，有当时迄个运输的成本甲这个鲜度就会受影响。真感谢农委会甲咱补助，咱总共第1阶段有1.4亿1.44亿这个渔业署甲咱补助一半。咱希望讲真紧的时间来动工动工来紧来完工会当来帮助渔民增加咱的这个竞争力。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9月5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发生伫顶个月22号，咱台南2名顺治关境涂明成甲曹瑞杰相互举行告别式，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发保养令，表扬因对守护社会治安贡献甲努力，并且甲2人讲因的任务结束永远以因作为公营。不幸因公殉职的勇警涂明成甲曹瑞杰，家属5号伫台南市立殡仪馆进行厅举行公祭。总统蔡英文伫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内政部长徐国勇的陪同下，亲临公祭现场致哀，并颁发保养令，表扬2位员警勇敢到最后一刻英勇表现。总统蔡英文致辞时表示，涂明成、曹瑞杰2人伫身受重伤，犹原勇敢对抗不法，守护同事安全。安尼表现，互全国人民动容。境界失去优秀人才，也是国家莫大损失。政府也持续改善警方的执法制度、教育训练以及执勤装备。蔡总统表示，境海使用条例相关修法，也伫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后，由朝野共同演议。政府也通盘检讨外役警的相关规定，并列入优先法案，强化社会安全网。蔡总统也特别要求内政部从优抚恤殉职的涂明成、曹瑞杰，互家属上大协助甲支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中央到立57页所打造的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以及国家联合典藏中心，其实106年就核定，嘛确定要设伫咱台南。不过经过5档14摆流标，地方拢相当的在意。5号上午，新建工程将于伫新营动土，预计114年底完工启用。
南台湾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南部分馆，同时嘛是国家联合典藏中心。原本总统蔡英文要亲自参加，却临时取消。会中加由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教育部长潘文忠以及担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共同动土，宣布工程启动。第一场开地平安，共土顺利。台南这几年，包括台南图书馆，包括像之前的高雄图书馆，都非常的广受好评。台南的在永康的市立总图，我想在网络上，很多网友都去开箱，都去拍照。我想这个是一个等于也变成是一个观光的圣地所以这边要拜托我们潘部长，还有曾馆长以及我们的团队那么中央做的绝对不能输给地方，这对于1.2B 市立总图，更加的成功，更加的优质，更加的吸引人，将来整个台湾的不只是我们这边的典藏，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图书的这个相关的藏书，我想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所营造的氛围，都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更多的年轻朋友愿意来这边朝圣我在争取的时候，说真的。整个的都是从无到有，那已经有雏形，而且在整个前瞻预算跟我们小英总统、林全院长全力支持之下，那我相信我们就要把每一分钱跟每一个计划做到最到位，对地方发挥最好的成果。所以我们当时候就决定，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动土的成果所以虽然当它顾了可是总是今天动土了。未来2025，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就在我们心里。我们邀请所有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为我们庆祝台南的盛事。今日的动土真正是地方的大喜事，尤其是大兴安地区的盛事。市长表示，下了5档的大石头将伊放下，总经费超过50亿，对着台南区域平衡发展打出成功的第一步。台南市立总图的3倍，因为台南市立总图大概花了18亿，那花了3倍的经费落实在西北，也落实了蔡总统跟赖副总统、苏院长对于台南均衡发展的许诺，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但是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我们陆续还有许多的工程要进行。我们希望工程如期如职的进行。谢谢中央的支持，也谢谢议会的协助，让我们垫付款这个部分能够能够成真那台南市出了土地，中央出了经费，让这个国家国图南馆能够落实。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不仅成为新颖的亮点，也成为台南的新亮点。该工程动土以后，预计114年的完工，不只是新颖的新亮点，嘛是台南甲整个南台湾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年底9合大选，台南市议员参选热烈，立委林俊宪、林义景甲郭国文5号联合推荐因8位主题兵，并且组成信赖台湾 Nice 连线，就希望延续赖清德建设台南的脚步，争取认同并全力打，嘛要替赖清德选总统来战胜光桥。这8位过去登记甲副总统赖清德共事有共同价值观的议员参选人，分别来自各区、老中青3代拢有，有首次参选的新人，就来以信赖台湾的扛棒来宣传。5号上午，林俊宪、林义景甲郭国文3位立委嘛联合推荐，进一步组成 Nice 连线，强调传承赖清德一步一脚印的精神，团结争取市民认同并全力打。今天我们有8位的议员候选人，我们在这里向我们台南市民来宣誓成立一个 Nice 连线。Nice 的意义呢，就是好的，就是非常赞的候选人。那也跟赖氏跟赖神Nice 有一定的谐音，因为他们8位都是受过非常严格训练的政治工作者。那过去在台南
也都跟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曾经共事过，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位8位议员候选人能够传承赖清德的服务精神，一步一脚印来为市民服务，为地方来打拼。那这8位有老干有新知。那有这个要出来竞选的这个新的政治工作者，那无论如何，不管是要寻求4连霸或3连霸，或者是首次参选，他们都怀抱一样的心情，就是要为台南市民来服务。那秉持着这个 nice 的这个精神哦，那所谓的 nice 的精神，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很深的这个政治的训练，那这个政治的训练是一个专业，那我们希望透过过去的这个专业的训练，然后为人民服务，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脚踏实地的来为台南打造一个新的幸福的城市。台南民进党这立委联合助选，不管是插在子弟兵选议员的气势，也是为副总统赖清德选总统的战声光叫。立委强调，因拢是受到严格训练的专业政治工作者，除了了解地方的需求、争取建设，也回应民意，感到政府的不足，用nice团结连线做伙打拼。信赖台湾，赖先生，信赖台湾。电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台湾时报金兰会3号伫安平举行会员大会，邀请全国将近100间的公庙将成为会员组织，互相联谊交流。伫承办这摆大会，安平开台体育宫嘛特别安排安平甲台江的水上观光，向全国的公庙代表了解台南的历史。台湾寺庙经营会创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公庙之间的情谊，透过公庙轮流举办宗教文化交流，互相学习观摩，做伙成长。以往一档举办4届参会，目前调整为1档2届。这次的活动是由安平开台体育宫承办的第3届第7次会员大会。伫罗友礼主委以及委员用心的规划，望会当宾主尽欢。这届阮会当真荣幸哦，来承办咱台湾寺庙金兰会第3届第7次的这个联谊大会来自咱全省98间公庙的庙宇的执事先生董事长、主任委员，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最主要是大家互相联系，来甲咱各公庙所有。对这个生活环境、跟这个社会大家有帮助的这个想法跟做法，大家提出来，大家做一个探讨，会当大家互相来学习，用咱的公庙的力量，看有法同人替咱这个地方国家做一寡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哦。这是阮召开这个寺庙金兰会上界大的目的。台湾寺庙经营会总会长王正英表示，真感谢承办这次大会安平开台体育宫，用心的规划将活动办了有声有势。未来也持续结合各会员有功的力量，做伙推动社会公益。咱台湾寺庙金兰会成立已经要将近31年今仔日是由安平天乐宫来承办呢，你也看咱由。罗主委也是阮尹家人的分会长和他们的团队了办甲有声有色，是咱讲非常的辛苦安尼，而且嘛要感谢因所有的大德辛苦的付出咱呢，而且因为阮金兰寺庙上个主要的宗旨是要来从事这个社会公益，来帮助一寡弱势，来互咱地方的人大家来好趁食，来趁有钱，尽来做社会公益安尼。市长王伟哲也特别来到现场，向全国公庙代表致意。来自全国各地方的信徒，都是甲对着咱心灵的虔诚，会使讲，互大家心灵上会当得到平静，互大家事业运途上会当得到进展，互大家家庭上会当和乐。而且这段时间疫情以来，好加再有咱诸天神佛的加持，
会当互咱台湾平安顺利度过，会当互大家会当相对来讲，其他世界各国来讲，咱防疫做得真好。咱讲爱人、爱神，人的部分政府你来防疫中心的努力，神的部分，就感谢大家所扶持的心灵，就甲互大家这个鼓励。除了聚餐交流，申办活动的安平开大天后宫也为宫庙会员安排了历史观光导览，分别前往安平古堡、市定古迹卢景堂以及水上观光等行程，希望造好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场上难忘的会员大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
随着网络普遍，民众得到医疗资讯加足方便，不过相对的错误甲假消息嘛真多，所以中嘉宽频三观网相助车特别甲台南新老病合作，举办媒体素养课程，教长辈如何分别假消息，进一步保障健康。资讯爆炸的时代里，讯息真的是百百种，真真假假，让人晕头转向。如何分辨假讯息，成了现在重要的课题。台南新楼医院喜乐屋俱乐部与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合作，举办媒体识读课程，教导长辈如何辨识假讯息，得到正确的医疗知识。病院真欢喜，会使有这个机会，会使邀请这长辈来到阮的中间来学习什么叫做媒体识读因为即马3C 的时代，人手一机嘛进入5G 的年代，所以足侪各种新闻大家已经渐渐拢为咱的手机来得到但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一般人无法度去分辨，所以借着这届病院并且咱这专业的医疗人员来教这些长辈，互因了解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互因会使得到正确的医学的知识嘛借着安尼会使互因更较来注意因生活中一寡有可能去互欺骗，也是唔对无正确的一个健康的观念。课程当中带来了许多在社群软体以及医疗资讯的案例，透过讲师的互动，让长辈们可以思考这到底是不是假讯息，再搭配查证8步以及查核软体，让长辈们收获满满。很高兴今天那个于小姐主持人告诉我们媒体假消息的查证跟这些有关第3台的公共的新闻，使我们今天受益很多。感谢中嘉今天的课程真的很好。手机还是电视都会往往会听到一个消息就觉得没有马上去识别结果就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过有时候会给就去转发结果是造成不对的所以今天上的这堂课，媒体要用知识、用判断去了解，然后才去找到真正是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我们再来批判这个媒体是对还是不错，不要一下子就把它评断。这是我今天来上课最主要去认识这个媒体到底是那个不要去做那个不当的传播者。课程最后更推广公用频道，让长辈们知道。医院也在课程结束后安排健身操，让长辈们活动筋骨，让长辈们不仅可以吸收到媒体识读的知识，更能舒缓身心。中嘉宽频也会持续办理媒体识读课程，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